华堂作祟，恢复着传圣的日来其源。天家经济4000中，十方公司十方宗庙。我看他路边好似龙戏水，专我一日护人生，时时之间与文采非常公正一生，苦算是太忙上前时常上，我将寻配问你，思想得脸去挂起来。王年兄，请。啊，王年兄，不知这儿今年几岁了啊？我儿18岁，去了哪家千金？哦，尚未配婚。第有一言，只是难以启齿啊。李女兄，你我自幼之交，不妨这也相告。想小弟年已18，只生一女，今年18岁，尚未许时，亦要配令郎为妻，不知意下是何啊？哎呀，想我家道平安，怎管高攀？王年兄，是故家女出家学，令郎平日节语，成家学业，王年兄不必推洽。是指人望安兄台，小弟官不从命啊，至于这聘金，那就以对联为凭。还有美珍，你我以言为题。儿啦，快来拜见岳父大人。此次岳父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妍希，快起来！姑子儿，快来接顾妹婿。是，妹婿请了。举兄请了。故地因小者家有要事，先应告退了。既有要事，那就回家去吧。是。举兄请了。王年兄，你我既成为亲家，还得改变称呼在是哦。是此亲家，亲哦，亲哦。老爷，夫人啦，李义兄已经将他的妻金女儿许配我儿为妻。可是要趁亲家公亲家母在。阿玲啊，快来拜见岳母。是，拜见岳母。罢了。请二位亲家到后堂用宴。请。也是。我有心在话不放，他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弄娇情来生美梦，我定要拆散他夫妻方孝恨。家全靠我，我出夫妻，我哪位
妹婆，有生有一事要与你商量。公子请讲吧。我有一表妹，名叫李秀英，我早想娶她为妻，谁知故地今天她许王玉之子王有礼。我请你过来想个办法，我定要把表妹夺了回来。哎呀，公子，现在李府千金，接着就要出嫁。哎呀，我还是婆娘你这件事嘛，我可以修为难过。啥时你拆散他们夫妻，我就赏你8银20两。20两。啥时表妹等我水中，我再赏你8银50两。50两。哎呀，公子啊，办法嘛倒是有一个，不过朝下我来与我担当，你只管讲了。朝下我来与你担当，与我担当。好，这里有20两银子，你先拿去。过来。好的，领赏，谢夫人。辰光不早点，这么大个子好些些噻。丞相来，四妹夫来。来，王中央王一不在，我不免借去红巾去狂花用啊！哦哟，妙啊！不装是天子国色容颜美，好是嫦娥飞尘。
配的名门女，可算得三生姻缘尽相逢。我若另配的名门女，红玉体香更用功，欲造一人功名居，风光雅配情深松。啊，娘子，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原来是一封书信。顾文玉表兄册，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丢在这里？一只牛钻，文玉表兄之面，是有青梅竹马，兄妹情深意厚，有意终取一别，深情场外心的，只盼月老千妹恩爱共结把手。哪料是非人员也命另配乱人，我虽家当王门，岂肯得心王玉？若专一治疗表现淫恶的，是令情意难得。咱们从未之际，莫要为门举手，立日秀颜，脸上八拜，脸上八拜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们俩是姑表兄妹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怪不得那天酒宴之上，顾文玉面带不快之色。况且我与这女中为宾，好气，好气也！我知道他是冰清玉洁名门女，谁知他是上风太松下贱生。李让说，李让说，王位上说少家教，王门清白与名声，就令神用之不断，这其次他从真能生。我啥与他去争吵，这曾是传扬宋门庭，也罢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的娘小，
妻为所望，从此许的夫妻情。想必他高庭之上万千云，想必他到父母堂前去谁教训。他在宴席之上酒喝醉，想必他生于不上情做事有想心不明，不觉得东方家大小喜自从阿玲讨进媳妇，跟我老太婆真是越想越开心啦。媳妇的娘是越彩越貌，越大越丽，进门的辰光啊，十里红妆。哎，搿里等俺老爷的官运嘛来在啦，喏。前日子俺亲家公近看一看，跟俺老爷们就上京做官去在，我老太婆真是开心实在啦！咦，这个小丫头好像是我新媳妇房中的春香嘛？春香，哎，参见老
老夫人，上在上在，搿老夫人倒要慢慢弄开来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丞相啊，搿那小姐对过呀，好不好啦？小姐对过爷吗？当然是好的咯。好个，搿那姑爷对那小姐好不好呢？姑爷对小姐嘛？那搿个小丫头，搿闲话吞吞吐吐，阴阳怪气，搿到底好不好啦？老夫人，不是丞相不能是非，要问姑爷对小姐吗？可说不上好。搿不上好？是啊，自从征婚以来，姑爷他们没遇上过雷你。搿听丞相搿话打起来，伊拉小夫妻俩还没同过房嘞。哎呀，阿玲啊阿玲，搿侬真昏头啦侬！哦，丞相，搿侬等我到书房里去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里我不去。侬为啥不去啊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到书房里去请姑爷上来，我没有说上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我来了。要是我再去请他呀，说不定他我要打我呢。我要打我？搿个小畜生倒变了介凶残。搿好个，让我自家去叫。阿玲啊，阿玲！孩儿拜见母亲。上贼上贼，搿做娘的倒要慢慢弄开来。母亲何事？阿玲啊，搿侬来到书房里做啥啦？在书房吗？读书啊。读书倒是要紧个。阿玲啊，搿读书嘛白天读，夜里读啥个书？快去啊，快到信房里去啊！母亲，孩儿不去。侬为啥不去啊？读书要紧啊。读书读昏侬个头！快去啊，快到信房里去啊！不去。可是侬是真的不去还是假的不去？哎呀，不去就是不去啊！侬真的不去啊？哦，丞相，去啊，帮我拖上去！哎，你滚！哎呀，老夫人，搿个小畜生在娘的面前还要介凶，我倒要看看是侬凶还是我凶。丞相，老夫人开口，侬动手，把我拉上去！哎呀，母亲，母亲。是啊，母亲。媳妇拜见伯伯。上贼上贼。哎呀，阿玲啊，媳妇都娘多少个有道理，快去还一个礼啊，快去！媳妇都娘，阿玲啦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，搿侬看在婆婆的脸上，不要动气啊！搿么阿婆要下去的，媳妇送伯伯，不要送过。呀，做啥？孩儿送母亲。哎呦，不要弄送，侬帮我去收到。这个小畜生倒比我跑得还要快。让我关这个门。啊，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要下书啊！这个小畜生叫我关门，不要落手。哎，伊倒提醒着我来，我倒偏偏要落手。今朝小夫妻俩和睦在，跟我老太婆嘛也要去困觉去在。哎，母亲，娘。娘亲不知儿辛苦，儿要严明难出口。此
上两家斗情仇，是今日必定到京城去，夫人做子难成头，我虽与千般委屈相随送，也只好反旁冤恩压心头。家与言妻，夫手小子言生记得多。官人他心怀言儿心不怀，他有言不语并太心。难道他厌我秀英容貌丑，我难与他才郎配成婚？难道他厌我配嫁妆脸少？难道他另一种人？无事论相，非猜你。我万事上前去，问贵人。贵人，请用茶。贵人呐，你心中有不快的事，你可非与为亲将心。娘啊！
请小姐下楼。阿玲啊，快点跑出来！拜见母亲，上在上在。媳妇大娘，那娘女新来在，不晓得有啥个事情，弄到拆开来看看。伯伯，索性你该请官人查看。哎呀，到底是尚师傅的千金啦！几岁？在我已是妇人身，时时之间语文。虚应这个娘瓜心，日夜盼他转家门，好容易盼得今朝满月期，我安排居也在厅上等。夫人，小姐回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小姐。丞相，夫人跟前不许多言。夫人在上丞相开口。罢了，你家小姐呢？虚应母亲，我儿娘。起来起来，娘。算了算了。儿啦，为娘在心上写得明白，叫你夫妻同来，唯有不见言喜呀。母亲，官人他与东厂好友为文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为文去了。官人要我在母亲面前代为文安告辞。这也难怪。儿啊，越不见你受得多了。母亲，儿啊，你今日回得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。我已备得酒宴，你我母女同饮几杯。是。丫鬟端酒上来。儿啊，来。母亲，丞相，你也坐下。夫人该让我小姐的座位。哎，你不是小姐辛苦，也该同饮几杯。谢夫人。虚应儿啊，今日我儿回家来，
我应不下。哎，像你在家之时也能饮上几杯，怎么今天连一杯都饮不下？母亲，愿我不想饮酒，不想饮酒。儿啊，莫非是王府门的不相称？娘请你休要多疑猜。莫非是婆婆与你合不来？他的女儿是同亲生一般的，莫非是为娘陪嫁张脸少，陪我儿脸上少光彩？母亲啊，女儿嫁妆莫忘见四邻八舍齐赞美。莫非是为娘没有来看你？从今后我35岁，为娘亲自推女来。母亲，这倒不必。儿啊，饮酒。莫非是夫妻之间少恩？母亲，我与官人是隐隐相随，不分开。丞相，我来问你，老夫人陪审可好？夫人，老夫人陪审十分好。那么故意呢？故也长。怎么样？既算是此，那你家小姐的面容为何是此消瘦？想必是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惯而起居不便的缘故。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。母亲，儿啊，你今日回到家来，就在为娘身边独自几日，又为娘亲自照看，你要好好养惜身体。是。今晚就与为娘同谈，娘还要与你谈谈家常呢。夫人，启禀夫人，王府差生送来书信一封，顾先生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儿啊，想你刚到娘家，宴席怎么就书信来了？母亲，用女儿查送观看。
家门，我要你暖脚去，暖脚为不许60道铁命。是啊，今日不回来，你从此休想进王门。儿啊，也是书信到来，为了事。母亲，官人来信非别。只因伯伯年迈，夫人失亡。官人读书要我作伴，官儿叫女儿吗？谁叫委屈？哎，孩儿啊，像你刚到娘家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道理？得为娘写书信一封，叫妍希也来同自己事了。母亲，既然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啊，像你嫁到王家，只有一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就没与我娘家了么？娘。并非女儿不孝人，独自为官人在家家务等。我父亲共作伴，送堂弟做我承他的心。儿啊，既然你父亲多恩，为娘听了也高兴。只是你难得为做娘家来，独自己人还娘亲，生家的女儿为做娘家要自己哟。虚应啊，你才是三十日中该应，还配为娘自己生，亲自送儿回家门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我改日再来望娘亲。哎，孩儿啊，那一女儿满月未门，当天委屈的道理。也罢，为娘之累你自己想。明日我一早送儿转家门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你何必再要留女儿自诉也小你？怎么？为娘连儿女一小都儿女不知？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父亲受。儿女一小，就要害你夫妻受。是此时来，你一定要委屈我。堂上为娘
亲生来娘亲有长有短，做好商量。女孩啥有事做错娘你肯来原谅女孩嫁到王家只一月，那不虽好，怎比得堂上我亲生娘？我父亲虽然也恩怎比得亲你能知儿童呀？父亲生我儿谁呀苦？还要怪你娘亲少教娘，娘啊娘，你今日方儿为家去到来日，我双双对对来放亲娘。你可知道，自从你嫁到王家，把为娘相待，好苦
珍惜我女性，谁知你对待丈夫，你是何对待为娘？母亲，人是病。嫁女出嫁婿，令郎平日结余成家学业，我。侬这个龌龊啥！我叫侬同媳妇大娘一道回娘家去，哎，搿侬不去，伊回去再么侬又叫伊回来，伊回来么侬又不肯上楼，侬到底为啥？铲子，不要动！丞相，丞相，哎，老夫人，丞相，快对小姐说，姑爷上楼来了啊！哦，啊，这个我操伤了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老夫人来了。吃。伯伯，官人请上来。哦，好过好过。吃。哎呀，快吃呀！媳妇大娘，快来啊！媳妇拜见伯伯。起来起来，今朝路上辛苦啦，搿夜里嘛早歇歇歇，阿婆也要后楼困觉去再啊。媳妇送伯伯。不要送过。让我关这个门。
呀，这个丞相大家个把来到里头做啥？丞相，丞相，老夫人，丞相啊，搿侬来到里头做啥啦？我要不是小姐，啊，搿上趟那姑爷上楼，侬也来到里向啊？嗯，哎哟，丞相啊，丞相，那小姐们与那姑爷服侍。哦哟，去，侬啊还是去到小房间里去困觉去啊！哎呀，去，老夫人，去啊，去！搿我到伊拉小夫妻俩为啥个父母？原来搿个毛病啊，全部出在丞相个头上啦！让我管这个问。落这个手，哎呀，阿玲啊阿玲，做爷娘的辛辛苦苦不能讨一房媳妇，跟那小夫妻俩嘛应该恩恩爱爱，和和睦睦。搿来年嘛生一个女子，跟我老太婆抱着个孙子嘛，搿样子对呀，又抖到么上家头，喏，搿陈老太太么看见在。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手里抱的是啥人啦？喏，是我阿玲的儿子，我老太婆的孙子呀。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真好福气，侬个孙子头皮月月嘛，别中长远。跟我老太婆是多少个开心啦！那，侬这个龌龊生！侬儿子不养一个嘛，侬也养一个。跟我老太婆抱着个孙儿嘛，搿样子昂，一昂到嘛后家头。喏，搿人家嘛有看见在。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手里抱的是啥人啦？喏，是我阿玲的囡，我老太婆的孙儿呀。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真好福气，先开花后结子，来年一定抱孙子。哟，老太婆想孙子想昏头在，搿头皮都要帮趴在。哎，伊拉小夫妻俩还没后母，我啥地方个孙子跑了？哎，闲话少讲，我还是去困觉去。母亲娘啊，母亲她其中境遇不明白，她定要拉我上楼来。今日她伪装娘家去，他两人是有一这些事情为。我以为他定在娘家旨意说，我谁可以一封休书将他推，谁知他冤家去，冤家回，倒是我日夜难来推难推。先生啊，先生，像你这样率性养花女，就要面目到王家来。我今夜这人雷霆怒，坐等天明下楼。
要比口气王爷我心里呀苦。那婆婆拉他上来，他总指望我们夫妻从此可梦，谁知他怒气冲冲，夺是从他是玻璃菠菜摆布，我报名不怕谁为呀求，可怜我啊与满腹的委求下谁诉？忘记了婆婆一片心，看起来竟是夫妻难。听得叫来当三更，夜一声那声一人，见那冤家他身上的衣衫都带过，他今夜岂非要受恩？我啥事叫他去情？那冤家是定不见好意，他反见。要是他受了风成了贫娇秀英是何能安心？
他谁人啊？我转转紧紧讲一遍。平日见我相生生，吓得我不过去今生。像秀英拼命带出他，他为我见我像眼中钉，像他这种非心怀，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愿家是安睡，想起老大生想不远见，虽是妇女，可是婆婆她待我总是不错。冤家他枉多世俗里不明，婆婆他对我像亲生，更何况那王门必有他男丁子，怕动坏了婚事，要气死了婆婆老大生。那一与他的想起往日心头想我李秀英乃是名门之女，千金之体，自从嫁到王家，一向离你走到并无故处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罪人。想今生乃是我满月之际，离开为转娘家，母女团聚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回，害得我母女痛苦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同心理
当我是路边草。他既这样对待我，我生命这冤家他终晓。我万事将一伤，长龙啸。梦想起玉桂自己娘亲出家之日，我母亲她再三的教导，她说道：到了王家要孝人公婆，敬足丈夫。想今日天气冷，我说不与他给意，他被旁人知道要骂我秀英礼女不罪，我要怪我父母养女不教。爹娘，爹娘，你叫女儿伺候伺候难听李秀英，今夜叫我伺候娘曾记得那日爹爹做大人，母亲你上来把喜信报，说到是已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皆乱叫。这月令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这月令貌也好嘞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，坛子往同房化作招人呀道。谁知道啊，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是在今少。是出娘胎18载啊，这样的苦楚，我是谁不完了？天哪，还是我的娘操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
流泪当时间，金元家闻声转对他谁？爱人啊！我啥不将衣衫给他揉手等到天明。冤家呀，你虽没有夫妻情，我秀英陪你，是真心。也怕我虽是一山长情情。李秀英，醒来！醒来！醒来！哦，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裳可是你替我盖上的？是啊，是我盖的。盖得好，上来与话。官人，欠杀先生！你将女生的衣裳盖在我的身上，你要害我一死狗命过去。你好狠的心眼，官人，你将女人衣裳给我。
气难消。我出山，我听不懂，我出山。媳妇的娘我心痛死给了。阿玲无辜当媳妇，亲家母知道要唱红。李夫人到，喏，一起早唱嘛，早操就到了。出击！亲家母啊，亲家母，请。亲家母，请坐。走，亲家母啊，搿今朝啥个风不能吹得来呀？我来看看我家女儿。哦，好个，我就叫伊出来。丞相，快请小姐下楼。媳妇大娘，俺娘来在，快去见个礼啊！女儿拜见母亲。儿啊，罢了。亲家母，我有不见言兮。来了，我就叫伊出来。阿玲啊，阿玲！母亲，阿玲啊，哪有没来在？快去见个礼，快来！拜见爸母。小畜生，我女儿许配于你，难道连一生有谋还怕我首当不起吗？好一位上首夫人，察看上人，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畜生，我女儿嫁到王家，与我故错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帮他前生事迹，你竟会当着我面骂他，非但要骂，当与后王。哼，两你不管，女儿后来有事。畜生！哎呦，错了，畜生！是因儿啊，母亲，自从你嫁到王家，手腕有令4次令中，今日被为娘亲眼困见，好不叫为娘痛心啊！儿啊，你还是谁娘委屈？母亲，女儿知道三娘委屈，她被旁人知道，叫女儿以后是肉做人。既如此，为娘是有道理。丞相，你要好好服侍小姐，是，当教为夫。是。
中叫你弟弟回来，与这个畜生并立。哎呀，谢不得娘，谢不得娘，谢不得娘！母亲，弟弟好好在京为国，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。不可惊动，不可为惊动。娘是有道理，儿啊，为娘去了。母亲。因此我罪名深长，连夜出京，马不停蹄。左右有，骑马停啊了。是。
家门不应子不孝，因为人家侬都是吃的不到啦。李老爷到。哎呀，不好在，老亲家来在，跟那个办办呢，跟那个办办。出京。老亲家，哎呦，好煞塞，好煞塞！老亲家，请。老亲家，请来接礼。有礼。请坐。坐。老亲家远道而来，有事有因，万不见怪。休要客套，我来看看女儿。啊，好个好个，我就叫伊出来。丞相，快请小姐下楼。媳妇大娘，拿牙来在，快去敬个礼啊！女儿，拜见儿郎，哪里呀？因我不解也是。我去叫伊出来，我去叫伊出来。哎呀，老太婆吓得是昏头昏脑贼了。阿里，母亲何事？哪有不来哉？我看到那个板板，母亲，孩儿死于逃离。侬有道理啊，侬有道理，做娘的不要淘气。快去见个礼。拜见伯父。亏称伯父，你是何人？王有龄。好一个王有龄！当初只因我爱你才貌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。出家之时，陪家长连8年千两，2爹300枚。这样后来你难道连是岳父都叫不得吗？区区小事，为官之人何必牵肠逃躲？你今天必须问为何逃离。要问逃离不难，你先带你回府。带你回去，我难道养他不顾牢吗？满说是养他不顾牢，就是把他另许好门，我王有龄就无异议。这个我操什么？你与我写休书过来，陪我来写。妹妹说，做娘的不开口，弄快动快。亲家公，想我女乃是常束缚千金，岂用你要去就去，要退便退？今天你外请逃离便罢，这是外不请道理，我岂肯操你？好，我去还你一个道理，你去快来。秀英，过来。弟弟，小姐，贱人啊，贱人！你竟敢做出这种伤风爬竹之事，岂能容得？快进！慢慢讲。老爷，亲家公，侬为官之人啊，等到三从似的，岂有不知之理？在家从无，出家从父，却原来侬帮我手动。
媳妇大娘嫁到我王家是越到越离，越怪越矩。就是有啥个事情做错，他吹在我王家，趴在我王家，人弄么子当了，人弄么子杀。弟弟回来，与女儿生约结成，谁知道弟弟开口就骂，句句就杀。女儿到底有何过错？你也该说个明白。我就是死。你死去快来！媳妇大娘，这是啥东西啦？哎呀，宝宝，这是一封情书。情书？哎呀，媳妇大娘，跟那阿有下过啊！哎呀，宝宝，媳妇怎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？跟哪能弄得轻伤呢？老夫人，是真是假，可以对过笔记。对过笔记？哦，丞相啊，他就去过毕业了。哎，好对笔记个，好对笔记个，好对笔记个。哎呀，老天呀，保佑今世个笔记个样子发动，发动，发动。看看是发动啊，请家公啊，动不动弄到那去看看。牛玲，我看来笔记不多，你是上了人家的圈套了你。情书是假，难道这笔友传也是假的不成？笔友传。丞相，你老爷，难道是你在穿针引线不成？老爷冤枉，丞相啊，这小姐的东西是侬管的，有啥个闲话，侬只管啦讲来，有老夫人不能做主。老夫人，小姐出国那天，我明明看见笔友传放在张脸痕内，我也不知道怎会跑到顾医手里的。阿玲啊，这侬这支笔友传从啥地方来的？那天花烛之夜，还是从房门口拾得的。花烛之夜在房门口拾得的。哎，那天最后落楼的是我同丞相，更没看到这封书信啊。老夫人，我有三媒婆。在三媒婆。不，我来问你，你可认得这封书信与这字玉簪吗？我不知情，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我问你认识不认识，并你问你知情不知情？这字玉簪嘛，是侬个小家伙，这封情书嘛，这封书信嘛，我说侪不知情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好一个大胆的孙媒婆！这明明是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怎么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？你外国是不知情吗？看来你不当不着来呀，与我重打4层！哎呀，不要打！杜老爷，我走。行，这都是顾魏公子出的主意。这因依靠着侬个小家。不想老爷把小家许配给王公子，管他为人在心。
他要我推着小家的别扭桌，遗下了情书一封，你我将情书留住，对着小家的新房之中，故意让王公子可见，好这是个一对姻缘，这都是古为公子之意，老母母妈妈杜老呀，是的。哎呀，这是我呀，弄这个黑人精啊！来呀！许我明天将孙媒婆带到县衙审问，不得有误。秀姨我还是李家的珍珠，掐成了王家的草，为吾心中是刀枪。草中了步，我为真，四季女孩不能帮，我还杀于长无端。No， 二老心虚一旦跑入病人这个样子，叫为吾所放心得下，还是在吾委屈了吧？当桥为夫。现在一问人家弄得吃地不到，弄到来讨鸟家，来不及在，我好悔呀，悔呀！侬又得回来，母亲娘。不听娘教训，竟做了不敬不逆人。娘啊娘，秀英上于长我端，你教孩儿真做人，还望娘亲来做主。
今儿娘的言语句句听。侬从今朝起听娘个喊话噻，那么好个快点站起来。多谢母亲。阿玲啊，今年乃是大比之年，能够快上京官考，拾得一官半职，侬在侬岳父母面前也好有个交代，到媳妇面前摆个道理，这样子还可以夫妻和睦。搿做娘个叫侬上京去，侬去不去啊？孩儿遵命。搿么好哦，赶快进去准备准备。母亲，娘子病重，望望母亲多多照顾。哎哟，我有数个，不要侬操心，快去快去。搿桩事体全部要怪我阿玲一家头吗？也是怪不得个啦。母亲啊，娘子病体可见于，望望母亲去问更冤啊！亲家母啊，搿为何不见媳妇大娘啦？等我喊她出来。哦，好个。里面丞相听了，请小姐出堂。是一请小姐来了。心存，秀英一步到庭前，王岳林得一往情配，笑脸把过去花云烟，见堂上两家正上上对手，秀英在前把礼接，拜见公公的娘。孩儿大了，一旁坐下。啊，娘子，我见娘子心欢喜，娘子见我生怒气，抬头再看我眼前。他北朝东来连朝西，堂上大人下眼眶，须得我是面红耳赤把头低，
我做事冲，我只得手捧凤凰去赔礼。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呀，我交错了，我与他虽然拜过天地，尚未成过连理，如今他我是为千金小姐呀，我理应称他一声小姐才是啊！小姐。小生只想有礼了。哎呀呀呀！我语叫错了。如今我已是头名长院，他就是长院夫人了。我理应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。啊，夫人，下官只想有礼了。夫人，夫人啊，全气需要将我愿，且听岳灵言相劝。当初是几人设计迎爱你，如今是水路上出意命啊冤。那媒婆下雨朋友时，我是真心悔过错前行。啊，夫人啊，过去之日修贼的秦夫人，你快日光告急红光。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，害得我们多思多想多心酸。怪爹娘错先错许错配人，配了你这个为情为你为心啊寒。我一人好声好气好言问啊，你却是恶言恶语恶太宽。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理睬，你为什么满思满心满牛拉装？我自比谁苦谁难谁到今，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丧啊官。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，你就该去娶一个美的美貌是美算娟。娘子，夫人。跪下，主人。
起来。多谢有母。秀英儿啊，弟弟，莫急现在，莫急怨，且听为母言相劝。若令高宗以为心，你离开陈水湾。凤冠，弟弟呀，那日庭前把婚开，气得弟弟肝肠断。此情在眼前，弟弟你还为替他来送凤冠。岳母，岳母他人。常娘公，你跪下做什么？他人不计小人之过，我们岳母得为相劝。起来，多谢岳母。站在一旁。秀英儿啊，难为他今日认错为心转儿啊，快接凤冠把呀悲穿。亲牛苦来相劝啊娘啊娘，难道你嫌烦之事都忘我？可记得我满月之前为娘家，他比我是三脚而去三脚转。可记得娘亲你那日到王家，他尽管岳母不教，把母还。可记得把在你娘前将儿当羞辱女儿子不的罪，我受过虐令多少下啊娘啊娘，难道你一点不记怨？并非女儿心肠硬，此事不要你娘多管。他是个大丈夫而不愿，管他常怨不常怨。岳母，岳母。媳妇受劝冤，为父不管家中事，要劝求你娘亲劝。啊，母亲，娘子不肯接受荣光，那么母亲得为相劝。阿玲啊，媳妇都娘爷娘的闲话都不听，阿婆的闲话也不会听啊，做娘的不去倒霉。啊，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一定会听的。不去倒霉，当真不去，当真不去，故上不去，是那就是个不去。也罢，
去？我要是何上去？何上走为得个？不让我去倒倒煤块，都让我去。嘿嘿，嘿嘿，小大娘，伯伯，我的新官宝贝啊！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，我们侬自家去说。叫上媳妇，我该用新干肉，哎呀宝贝肉，阿玲是我个手心肉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背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婆啥会得那2块肉。媳妇啊，侬心宽宽，气和万和，也得媳妇来听婆婆。阿玲从前贷款侬，难为已今朝，别再是来认错。侬看伊是跪到西，哎呀跪到东。西裤头跪的是红啊呼呼，媳妇侬三番发力，于是上元发作要去湖上做，该种去叫严师宝啊！侬一两媳妇就好见那个。听众婆婆接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！婆婆啊，你是媳妇重生啊母，婆婆点的名妃呀夫，夫妻不世间有，为我是不明不白受折磨。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只好过为你老婆啊婆。媳妇侬是一两方正的人哪个？我一度来嘛两一度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对侬总犯错。媳妇啥不肯夫妻和，还等我婆婆是人难做。竹林玉锁要谈论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。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你指望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骂个人情结婆婆，夫妻总换金山土啊！婆婆呀，媳妇大娘，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我情愿地走端汤来奉公公。走端汤来捧啊公啊婆，真是我一位个好新拉婆，做与为难难什么啊？媳妇大娘，阿玲啊。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比那是丈人规定起来错。哎呀，母亲，原来是天子门生，王
王妃御笔请给的辛苦状元，怎能向娘子下跪呢？啥个辛苦状元，天子门生，老母都要那么大的，母亲死不得的，哎呀，死不得的。也许快快起来，起来！这王冠呀被儿残切碎，好过好过。请公伯的娘原谅我。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！配当配的酒宴，二位亲家请请。啊，夫人，夫人，下官这相遇